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播的厝边隔壁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希愿。今日希愿这个讲故事，要甲所有听众朋友咱做伙来分享一个福音的故事。伊过得比我更加好吗？人哦，若趁伫全世界赔偿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益处呢？人佫会当摕啥物来换性命呢？这是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16章26节。生活当中，难免目睭看到，或者是听到，互咱心酸的代志。曾经对着别人所拥有的，感觉有万分的渴望；对着家己所拥有的，所感觉真不足。内心就开始来祈求真神会当赏赐一粒知足甲喜乐的心，就安尼渐渐来回想着真神的恩典，成功出入平安，病痛得到医治，厝内底的人健康平安，全家伙的人拢来信主，也若吃也阁感觉无够嘛。大部分的人总是会感觉家己拥有的实在太少。但是想要爱实在太济，这就是永远拢填不满的无底坑啊！求天父真神会当保守咱的心吧。人是软正的，回想当咱陷伫病痛、危险、紧急，或者是生死交关的这时阵，咱是遐尔情绪迫切来祈祷。当咱面对需要长期来奋战迄个情形的时阵，咱是提出足大的决心来面对着这个苦难，一直到困难解决了，咱非常的这个欢喜，大大来感谢着神对着咱的看顾。但是日子若久，对着真神伊日常的保守，煞又阁感觉理所当然，甚至来袂惊数算稳定。曾经有一位真耶稣教会的讲道者来提到讲，伊认捌真济家财万贯的迷信者，但是因对着生活悠远充满着忧虑，因为有钱，就想要过去投资，创造更较济利益。但是投资是有风险的，就必须要开更较济时间，甲到精神去研究。有家己事业了后，除了爱想尽办法来维持以外，还爱不断来创新，才会当得到这个瞬间万变的时代。也人每一天都爱绞尽脑汁，让生活过得更较好，让钱财亲像雪球同款，是愈滚愈大。就安尼，迄个精神开愈济，时间开愈济，到尾就牺牲了家庭，牺牲了甲厝内底人做伙这时间。也慢慢健康嘛出现了问题咯。这就好亲像圣经所讲的，趁着全世界，煞赔偿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益处呢？当然，并不是所有富足的人拢感觉身心疲惫，都要看讲伊是不是互钱财来束缚了。也若基督徒有精神通好瓦靠。当追求迄个属灵的富足，也若钱财是真神伊所赏赐的，拥有的时阵，咱来感谢神。但是千万毋好忘记伊的恩典哦。也若不足的时阵，嘛毋好怨叹，爱会记啊真神是万能的，伊知影啥物对咱上好。无得卡你无富足的这生活，但是你阖家平安；你无真济财能，但是你人缘特别好。你无驶到名车，住到豪宅，但是恁翁仔某共心共行。其实，当你欣赏别人，无得卡别人嘛偷偷咧欣赏你。外口的世界搁较安那繁华，咱拢知影圣经当中的迄个日子要临近的时阵，这一切拢会变无去啊！也若无信主的人，伊是永远拢无永生的愿望的。
就算讲咱看到遐过得比咱更加好的兄弟姊妹，咱嘛爱为因来祝福，为因来祈祷，来祈求天父真神，互因无因为富足来远离着真神。更加重要的是，咱来时常来仰望着咱的神，并且为着教会当中无体面的、无准备的人，添上更加侪关怀甲着帮助。生活是现实的，就算讲咱无一直去比较，但是伫咱面头前的代志，有当时互咱真容易来迷失去。佮加上媒体对着物质还佮表面上的物件，价值观不断来甲咱鼓励讲一切爱向钱来看，有钱使鬼会下无迄款虚荣，造就了价值混乱扭曲的年代。也若咱佫应该爱安怎去看待咱所敬拜这位真神呢？学习相信，莫凭着目睭所看到的。神知影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伊知影什么是对你甲我适合的一条路。真神伊期待咱透过相信，知影感受、看见这三个步调，互咱知影讲伊爱咱。也毋过相信是需要信心的，因为迄是摸袂着、看袂见的。咱是毋是会当因此来相信神所有的安排？无论是艰苦、快乐、顺境，也是逆境呢？其实，咱比这个混乱的大环境训练到凡事，拢爱先看见，才会当来感受，才会当来知影神的爱。然后煞犹原选择无相信，伊对咱所指引的是上好的。因为伫过程当中，咱真自然先看见眼前的环境甲个代志。当遮甲咱的愿望是无共的时阵，咱就感觉真失望。对着神的爱，甲伊所予咱的环境，产生了固执怀疑。咱会感觉神啊，我这爱你，我尊敬你的命令，你哪会予我这款的环境呢？咱会向神来埋怨。咱会拄到这款人、这款代志，求神，互这个人、这个代志拢无去。求神会当赐互咱平安、顺利、喜乐。咱的埋怨、咱的困难，神拢知影，因为环境是伊互咱的。但是咱拄到的时阵，也是忍袂牢，不断来重复、祈祷，甲神讲：我有拄到这款的困难，求神会当甲伊刷走。不过毋是讲袂当来祈求平坦的路，而是讲咱来学习尊重人、尊重环境，就是尊重环境背后的这位真神。最后，咱要讲的，就是有真神比什么拢更加好。尊重真神，就应该遵守着伊的诫命。就相信伊所为咱，互咱拄到的各种的试炼吧。任何人拢无法度来预知家己的未来，但是基督徒深深来相信，全能的天父真神，伊是掌管着明仔。所以你已经知影咯，也若这个时阵，你还搁咧四过哭哭看吗？也搁咧吹吗？吹讲什么人过得比我更加好吗？也是讲，你应该改嘴来讲，有天父真神是比什么拢好。亲爱的好朋友，咱拢是天父的儿女，欢迎你来到咱真耶稣教会，甲咱做伙查考这个永生的道理，接受赦罪的洗礼，求着宝贵的圣灵，相信耶稣的救恩，咱做伙来敬拜，来侍奉这位天父真神。等来到天父的怀抱内底，咱将来拢会当得到天国永远的产业。愿神祝福你。
时间的最后，咱邀请听众朋友跟咱做伙，用到虔诚的心来向天顶的真神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圣名祈祷。亲爱天父耶稣基督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，是使生命气息、守护稳定自爱的神。感谢你伫阮人生的道路顶悬一路看顾保守，无论出入平安、身体健康、家庭蒙福，或者是伫患难困苦当中，有缘有你的扶持，这一切拢是你丰丰富富的恩典。主啊，阮承认家己常常软弱，容易被世界繁华吸引，看到别人的富足、成就、顺利的时阵，心中不免拢会来心生比较，甚至袂记家己早就已经拥有你所赐的迄个上宝贵恩典，甲到圣灵。求你赦免阮的不足，赦免阮定定敢若看到眼前，来忽略了你为阮预备更加美好的旨意。求你赐予阮知足喜乐的心，互阮知影，真正的富足毋是世上的财富、名利甲到地位，你是有你的同在，有你的真理，有你所赐的永生的愿望。嘛求你帮助阮，无互钱财捆绑，无被物质来迷惑，知影来数算稳定，珍惜你所享受的一切，无论多也是少，拢会当以着感谢的心来度过每一天。主啊，求你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学习无凭着目睭看到，你是凭着信心来跟对你。当环境不如意的时阵，求你互阮永远相信你的安排是上好的。阮遭受试炼的时阵，求你互阮知影，迄是你建造阮灵命的机会。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，拢会当时常倚靠你，跟对你。嘛求你帮助阮有怜悯甲爱人的心，无嫉妒别人的富足，颠倒会当生困，为人祝福，为人代祷。无轻看软弱的人，颠倒愿意扶持有需要兄弟姊妹。互阮伫教会内底会当彼此相爱，同心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。愿神你保守阮的心，也过保守一切，互阮时时仰望天顶的国度，知影这个世上的一切有一天拢会过去。独独伫主内底的愿望是永远袂落空的。互阮真正知影，有天父真神比啥物拢好。愿阮一生敬畏你，顺服你，荣耀你，直到见主面的迄一天。主啊，求你垂听阮的祈祷，愿一切荣耀、颂赞、尊贵，拢归到你的圣名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各位亲爱好朋友，时间过了真紧，咱的节目嘛将近尾声了。如果你若介意今仔日的节目内容，想要查考更加侪道理，欢迎好朋友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安教日的聚会。订阅阮的节目，留话给阮，甲阮分享你听完节目的感想。嘛，希望好朋友会当分享给你身躯边的人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，我是希望咱后一回再会，平安。没有写传的日子，那是阿爸的无奈，生活的悲哀。没有写传的日子，脚底流的是血，心中淌的
知应该走向何方，奔向何处。他给我一双鞋，让我站在他的殿，不再窘迫，不再卑微，没有无奈，也再不流泪。假如我有一双鞋，我要迈出稳健的每一步。假如我有一双鞋，我会走出死荫幽谷，进入光明。假如我有一双鞋，不再走失在熙熙攘攘人群中。假如我有一双鞋，我会挺立在风中，伫立在雨里。他给我一双鞋，让我站在他的殿，不再窘迫，不再卑微，没有无奈，也再不流泪。